再来看在野领袖峰会早起举行，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甲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双方是交换意见电话中，嘛达成共识，要甲县市首长、产业、劳工各学者加入平台，提出民间版本的关税冲击影响报告。朱立伦嘛邀请黄国昌二力做伙上开刀，黄国昌答应讲要做伙甲台湾的民主吹回来。 对，需不需要拥抱一下？双方见面小谈展开对谈，后来在野两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二共同召开在野领袖峰会，南北各一班合作，聚焦美国总统关税战冲击、立委大罢免、司法改革等议题。朱立伦更较当面邀请黄国昌4月26日同齐上开刀战独裁。我特别在这边也跟王党主席邀请，我想4月26号。 有人说他是谁的主场？我说是人民的主场。4月26号，我会代表台湾民众党参与凯道人民的集结。针对关税可能影响各行各业，朱立伦炮轰对准总统赖清德，批评全世界只有台湾的无罢免。以政府880亿特别预算不足，爱大大地提悬到2000亿。黄国昌表示，政府甲美国谈判爱搭伫社会各界参与，坚守谈判底线，绝对袂当比日本、南韩低。我们应该要求，在台湾跟美国之间要签订 FTA， 我们共同在野的政党做我们执政党最坚强的后盾。这半年到1年都是严重的冲击，那至少我们以这半年为期，大家共同来努力。朱立伦提出4大方向，包括增加预算、扩大类似、开放观光、分散市场。双方也达成共识，将县市首长、产业、劳工学者纳入平台，提出民间版的冲击影响报告。行政院长杜永泰回应，行政院愿意徛伫台湾本位立场，甲在野合作。我也希望今天谈完之后，他们真正的能够谈出一个为国家整体方向，而且真的是福国利民的内容出来。针对国民党行之不实连署风波，黄国昌以郭文哲为例，强调感同身受。南北下地加强司法改革，也毋过双方伫岛国议题上态度无同调。黄国昌认为岛国无法度救台湾，朱立伦搁一摆表示，只要会当互赖清德落台，岛国罢免无排除任何方式。公视新闻采访报道。